继续来看立法院国民党团质疑海军稳藏疫情，造成国安重大的危机。早起是来举行着记者会，痛骂军方无应该摕基层的官兵来做替死鬼。明明解除任务落船进前，3个确诊者已经来出现着症状，到底是食稳藏无报呢？海军的带头。 本地答应要到记者会当面讲好清楚，所以咧开记者会前一刻讲不爱来了。到目前为止，到底还想要刻意的隐瞒什么？立法院国民党团本来要开记者会，对查敦睦舰队确诊的真相，想要到海军副司令梅家秋、公布军政府部长张铁平。 记者会无来，因为海军敢有隐瞒疫情？因为头一批3名确诊官兵是落船前4月12就出现症头啊。嗅觉异常，但是我们的军官说，这个也是正常，判定没有问题。这个叫正常吗？明明有人已经失去嗅觉，但谁在立法院说没有问题？政府不应该甩锅让基层官兵承担。 不应该制造民众敌视基层的基层官兵，该扛责的是谁？所谓的隐匿这个大家是很难做精准的判断。敢有隐瞒疫情，军方讲无清楚，国民党立委我都认同，批评政府袂使有讲到顶面抢，有告到基层的歹。出行前官兵伫下手，抑过确诊后，这高层拢总无插手。